人稱海港 Sir 嘅警司陳海港，聯同一名曾任督察後轉職商人嘅朋友，涉於2019年串謀向兩間銀行隱瞞警司身份，並訛稱受聘於私人公司，成功獲取逾2600萬港元按揭貸款。兩人早前被裁定欺詐罪成，陳被判監6年半，商人汪浩毅則判監5年。兩人就定罪同判刑提出上訴。上訴庭喺8月17日下判詞，駁回全部上訴。案件由彭偉昌、陳慶偉及楊家雄3位法官審理。代表陳海港嘅資深大律師許兆鼎在聆訊中指，陳曾將警司糧單及分紅協議交予按揭代理，質疑代理為賺佣金而造假。為3名法官多次質疑其說法，指出身居要職嘅人應該清楚申請表重要性，但陳警聲稱自己核對資料時未有檢視申請表。法官更質疑，若代理作假，為何申請時不提及陳嘅警司月薪？許兆鼎強調，控方案情有疑點，並指陳曾到銀行開戶作還款用途，當時有表明自己係警司。不過，上訴庭最終認為原審判決並無不妥，駁回定罪上訴。至於判刑方面，辯方指原審量刑起點過高，並強調陳曾經償還涉款，但上訴庭同樣駁回判刑上訴，維持原判。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警務人員操守同誠信嘅關注。8月17日約上午11點，藍田德田村發生猝死事件，警方接獲保安報案，指德欣樓一單位傳出異味，懷疑有人暈倒屋內。消防員到場破門入屋，發現一名57歲姓姚男住戶倒卧客廳，救護員檢驗後證實男子已明顯死亡。警方正安排驗屍，以確定死因。據了解，死者生前有身體病記錄。8月17日約上午11時，大埔元善路近大發街交界發生交通意外，一輛貨櫃車懷疑失控向右翻側，擱喺路中花槽石壆，司機一度被困。救援人員到場將司機救出，佢接受簡單治理後無需送院。網上圖片可見，貨櫃車橫臥路中，車內貨物同雜物散落一地，交通警員在場協助。事後有2部大型吊雞車到場，將肇事貨櫃車拖走。8月17日約上午9點，約20名工人到元朗錦上路站私人屋苑柏龍追討薪金。工人喺屋苑門外拉起紅底黃字橫額，上面寫住有汗出無糧出，還我血汗錢。無良心老闆唔顧工友生死，無錢食飯交租，唯有揾老闆。並一度高呼口號，之後喺屋苑外靜坐。工人聲稱至少有30名玻璃幕牆工人被拖欠2個月人工，涉款約400萬元。據了解，佢哋自2023年5月起喺地盤工作，初期準時出糧，但之後開始出現拖糧，通常遲2至3星期。今年6月起更一直冇出糧，至今已拖欠2個月。工人曾向公司追討，但未有回音，最終決定集體到地盤示威。屋苑保安見狀報警，警方派員到場了解，現場氣氛平靜。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建築工人欠薪問題嘅關注。8月17日，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嘅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，將於9月2日晚上7點再度召開特別業主大會。合安表示，今次會議議程包括匯報法團日常營運基金最新情況、屋苑各項服務合約狀況及跟進進度等。早前7月19日已召開過一次特別業主大會，並通過議決，要求2個月內再次召開。為方便業主參與，合安安排4個場地同步廣播，包括大埔社區中心、啟德社區會堂、華貴社區會堂同天輝路社區會堂。由於場地人數有限，業主可優次選擇3個場地，大會會根據編號同容納人數作分配。每個單位只容許1位代表出席，必須攜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。如報名人數超出場地上限，將以抽籤方式編配。業主須喺即日起至8月29日中午12點，透過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委任管理人網頁提交場地意向同聯絡電話。